主后2023年4月初7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时常出卖耶稣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马太福音27章第1节到56节。透早，所有的祭司长甲民间的长老斗阵参详，要陷害耶稣，甲伊处死刑。因甲耶稣绑起来，押去交予罗马总督彼拉多。出卖耶稣犹大看到耶稣已经受定罪，就后悔，摕迄30个银仔去献予遐个祭司长甲长老，讲：出卖无辜的人，我有罪啦。因讲：无阮的代志，你家己负责。犹大将遐个银仔ฮ็伫圣殿的内面，就离开去吊死。遐个祭司长将银仔捡起来，讲：这是费钱，无应该放入圣殿的金库。因参详了，决定用这个钱去买烧毁人的园，通埋葬出外人。所以迄个园到今仔日还叫做废园。这代志应验上帝通过先知耶利米所讲的话，因摕迄30个银仔，就是以色列人为着伊估价的价钱，照主所命令我的，去买迄区烧毁人的园。耶稣徛伫总督的面前，总督问伊讲：你是犹太人的王是无？耶稣应讲：这是你讲的。遐个祭司长甲长老控告耶稣的时，因拢无应。后来彼拉多对伊讲：因甲你控告遮济项代志，你敢无听见？耶稣犹原无甲伊应，连一句嘛无。总督煞感觉非常奇怪。逐年的搬过节，照惯例，总督拢有放一个群众爱放的犯人。迄时拄好有一个大家拢捌的犯人，名叫做耶稣巴拉巴。所以群众聚集的时，彼拉多问因讲：恁爱我放倒一个互恁？耶稣巴拉巴，还是称作基督的耶稣？彼拉多知因是因为怨妒，才将耶稣交予伊。彼拉多开庭审问的时，伊的夫人找人来甲伊讲：迄个义人的代志，你千万毋通插。昨暗我伫迷茫中，因为伊受真济苦。遐个祭司长甲长老煽动民众，甲因着要求放巴拉巴，甲耶稣处死刑。总督阁问因：即两个人，恁爱我放倒一个互恁？因讲巴拉巴。彼拉多问因：安尼，迄个称作基督的耶稣，恁爱我安怎处理？群众拢应，甲钉十字架。彼拉多讲：是安怎？伊有做甚物歹代志？因阁较大声话，甲伊钉十字架。彼拉多看已经无采工，强要引起暴动，就摕水伫群众面前洗手，讲：恁家己负责。民众拢应讲：这人会废罪，阮甲阮的子孙来担当。彼拉多就放巴拉巴互因，阁命令人用鞭拍耶稣，然后交伊去钉十字架。总督的兵士押耶稣入去总督府，调一全队的兵甲伊围起来。因将耶稣的衫脱起来，甲伊穿朱红色的长袍，阁用刺仔编一顶王冠，甲戴伫头壳顶，将一支
罗德啊，互伊举伫正手，因搁跪伫伊诶面前戏人讲：犹太人诶王万岁！因搁甲伊配喙烂，举迄支罗德啊，摔伊诶头壳。因甲伊戏人了后，将迄领长袍甲脱起来，搁将伊家己诶衫甲穿倒转去，然后交伊去顶十字架。因出去诶时，拄着一个古利奈人，名叫做西门，因强迫伊举耶稣诶十字架。因到一个所在叫做古国他，就是头壳碗领。就用掺苦胆的酒，互耶稣啉，伊胆一个毋啉。兵士顶耶稣伫十字架了后，抽签分伊的衫，然后坐伫遐固守。因伫伊的头壳顶一个罪状，写讲：即个是犹太人的王耶稣。有两个强盗。甲耶稣做伙顶十字架，一个伫正边，一个伫倒边。对遐经过的人，甲伊侮辱、摇头，讲：你即个人讲要拆毁圣殿，3日内搁起来，着救家己。你若是上帝囝，着对十字架落来。遮个祭司长、经学教师甲长老嘛拢安尼甲伊踢笑，讲：伊救别人，无法度救家己。伊是以色列的王，现在着对十字架落来，咱就信伊。伊信靠上帝，上帝若要救伊，现在着救伊，因为伊讲：我是上帝的囝。甲耶稣做伙顶十字架，迄两个强盗嘛共款甲伊侮辱。对中昼起，煞到下晡3点，全地拢黑暗。下晡3点左右，耶稣大声喊：伊利伊利，拉玛撒巴达尼，意思是：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你是安怎放杀我？有一寡徛伫遐的人听着讲，这人得叫以利亚。其中有一个人随时走去摕海绵浸酸酒，放伫路竹仔尾，拄去互耶稣死。其他的人讲：等一下，看以利亚会来甲伊救袂？耶稣搁大声喊一声，开就断。忽然，圣殿内的帐里对顶到下二做两边，地大震动，石盘壁立，门嘛开，有真侪已经死去的上帝子民的尸体，拢搁活起来。耶稣搁活以后，遐人对门出来，入去圣城。出现互真侪人看见，迄个军官甲做伙固守耶稣的兵士，看到地动甲所发生的代志，非常惊吓，讲：即个确实是上帝的囝。伫遐有真侪妇人人对远远伫看，因是对加利利缀耶稣来侍候伊个。其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、雅各甲约瑟的老母玛利亚，阁有西比泰两个囝的老母。时常出卖耶稣。2022年10月22日，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。期间前国家主席胡锦涛雄雄被带离开现场，对外国媒体摄影的画面显示，胡锦涛若像毋是家己自愿要离场。就外国媒体评论暗示即件代志可能是现任主席
习近平挑故意要侮辱前领导者，来巩固伊个人的大权。中国媒体指出，胡锦涛是因为身躯无爽快，互人误插离场的。这一条新闻各自解读，留互人真侪的想象空间。今仔日的经文记载，这市长和犹太人的长老商议，爱要处死耶稣。不过，伫罗马殖民统治下面，犹太人无权力将耶稣处死，所以这个宗教领袖甲耶稣绑起来，交互罗马总督彼拉多。犹太知影耶稣房顶死罪，就后悔。甲钱摕去要刑罚遐个宗教领袖，伊坦言家己犯错，出卖无辜者，却互宗教领袖屁想讲无阮个代志，你家己负责。犹太挡袂牢良心的责备，就去掉头自杀。对客观的角度来看，甲耶稣交出去的人，毋单单是遐个看耶稣做对的的宗教领袖，也有群体耶稣的门徒犹太，甚至当时遐个原本欢喜迎接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群众，伫是非不分、公义不彰的情形下，耶稣接连对一个人的手换互人交互另外一个人。经文中讲到的字词交互，原文有出卖和对价关系的意义。试想，耶稣为虾米会防出卖？敢毋是因为人对罗马政府假怒毋敢讲，所以想要杀耶稣出来带领因推翻殖民政权？敢是人对宗教领袖过度信任，却欠缺判断，直到对信仰简单听信口号，却轻看恩典的代价。毋管安怎，因为人的罪恶和无知，耶稣受控告、出卖，甚至受定十字架。今仔日的经文，互咱看到一个清楚的影像。就是耶稣为着成就上帝旨意，甘愿行上苦路。对马太福音27章的描述，通看到人一个接一个偏行家己的路，无论是门徒、宗教领袖、罗马权贵，还是群众，拢伫无共的身份地位和意识形态中，掠家己做义，参与甲耶稣送交出去的事件中，要记得耶稣互彼拉多审判的景象无？群众中无人要求透放耶稣，反倒转话讲，甲伊钉十字架。时常想会到，耶稣竟然愿意为这人受交送出去，互钉踮十字架顶咧。对敬爱耶稣的人来讲，有啥比甲耶稣交送出去的人搁较有罪咧？总是耶稣毋但愿意为罪人受送交出去，也要反转人掠家己做义的审判，借着人所想袂透的奥秘，将上帝拯救的大能彰显出来。耶稣的受难，连看守伊的罗马兵丁就讲，伊真正是上帝的囝。未想，耶稣的受难对我来讲有甚物重要的意义？耶稣的受难对我来讲有甚物重要的意义？咱来祈祷，主啊，感谢你为我放下性命，受定十字架。求你光照我心中的黑暗，除去我的罪恶和错误的意识形态，互我有悔改的能力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
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